非常高兴探索马里那么跟我们的成品的集团那么在我们的商巴那决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投资开发计划。那么成品预计在这里也会有5000坪这样的一个专属的书店以及相关的一些生活的展示。我想把这里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更永续、更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那也期待成品的存在可以带给更多人温暖跟幸福的感受。那在接下来的这几年，就是我们会努力的来推进这个项目。那希望可以尽早的跟大家见面。台南这一块土地就是我的家。那我们探索马里在台南已经深耕了20年。那从20年前的一间烧肉店，到现在的多品牌发展，这些成长都是在台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接下来的这一步，我们将携手成品生活，希望透过我们2个品牌跨领域的合作，来激荡出更多的可能性，来打造出全台南最具特色的生活、休憩、购物的景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与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共同合作开发盐埕段商巴土地，基地面积2.3公顷，采设定地上权方式，在2020年由探索马里有限公司签约，分2期投资开发。第1期多品牌复合餐饮设施已于今年2月动工，第2期6000坪的独栋大店预计在台南建成400年开幕，让我们拭目以待。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共同见证我们成品生活跟我们探索马里能够强联手携手合作，共创台南的精神生活跟美食文化的一个做最好的结合。我们知道台南是全台湾第1个城市，也是即将迈入建成400年。在建成400年的献礼方面，我们有各方面全面的这个让展现给世人跟国人共同见证、共同看到。不仅在美食，不仅在文化，不仅在宗教，不仅在精神生活上，我们都缴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也非常乐于见到我们有很多好的一个企业在台南能够深耕茁壮发展，更期待看到他们能够彼此携手合作，1+1远大于2的这样的一个发展，能够共创台南的未来。成品我们都知道是国内，而且已经是跨出享誉国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探索马里也是一个在地对于台南美食文化做一个新的诠释的一个品牌。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结合，能够让台南更被台湾以及更被国际所看见。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请大家做伙来关心。位于安南区中和路一段222巷内30-40位住户，因为台南都会区的北外环道路施工，主要出入口已经封闭当外，想讲帮忙拆了，得当方便出入。结果发现缺口已经被分隔到炸掉的，甲施工单位当初答应因要恢复原状的完全无同，有被政府欺骗的感觉。加上完工以后，嘛烦恼会有积水的困扰，相当不满。本来这条道路，我们以前回家的路都是方方便便，进进出出都没有问题。可是我们配合我们的政府，把这条北外环道路完成了之后，却发现说中间的分割岛阻碍了我们回家的路，我们回家的路被阻隔掉，没有办法回家。所以说，我们希望说政府能够改善，可以的话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阵住户为了争取家己权益，纷纷向立委陈廷辉甲议长郭信良申请。
会中施工单位营建署南港处处长才出面说明，处长徛伫安全为理由，认为出入口拢进行考量，而且住户出入并无阻碍，也是当设别条路。不过议长无度接受，要求只要原100项安全评估无问题，就开缺口来方便住户交通。交通的建设最主要要有百姓方便。今仔遮侪百姓来，不是3户2户，是遮侪户，所以他有这个需求。有这个需求，就底下开一个缺口，并无影响到整个的交通流量或阻碍交通没有。因为走高架就走高架桥嘛，走下骹的部分，你这一个车厢顶，互因即抓出来，变入去方便安尼尔。你讲叫因去靠遐去？会中立委陈廷辉嘛积极甲营建署、甲居民双方沟通，希望以安全和指定管制做法，互住户甲外地人来到缺口，拢是安全为第一考量。因为咱对遮开嘛，遮会车道落来，好，加一个压力，然后这边为这边完，这边要上去也一个压力，基本上应该是爱疏科的这个部分啦，吼，就是说我们当然。今天有请那个处长下来，我们今天也不去做 yes 或 no 的决定。我刚刚大家人吼，等于互相疏忽一下，因为确实这个现在我觉得压力大是在这个会车道的问题啦。北外环道也是咸水溪环河快速道路全长14公里，分4期开辟，拢得到中央支持，是台南真重要的公共工程。不过，对着当地住户来讲，也未享受到交通利便，已经造成困扰。相信嘛是当初所料想未到。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市定古迹西市场经过3冬的整修，主体建要伫今年4月来完工。为了完整重现西市场的风华，后续由市场处接手来办理装修，甲西市场街区的改建工程。对此，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珍上午邀集经济部中部办公室甲市场管理处来会勘，希望争取经费，帮助具有市场的改建甲街区的步道整修。咱要安怎来衔接，将咱的大菜市遮会当甲咱的西市场遮甲衔接好势，不要是像现在好像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一样啊！吼，这个景观实在不能看哦。所以就刚才咱的主任吼，郭主任特别落啊，就是讲我们现在争取的，就是咱这条衔接道路，第一是我们的大菜市改建，大菜市这3排我们希望是3排啦吼，嘿，咱3排吼。3排的部分，即马嘛咧上文资审议啦吼，就是讲我们的整个咱的大菜市就是3排改建，好，这个3排改建的经费，拜托咱中部办公室才来到支援到处理。然后第2部分，就是咱这条路吼，对咱的西门路入口入来到咱的西市场大菜市，甲咱的正兴街入来的入口，甲咱的这个国华街入来入口，这3条路。有哪要拜托到咱中部办公室啦吼，来到处理。虽然这原本是爱市政府处理，但是市政府的经费有限，所以伫这个部分为了整体性的考量，我们希望是一次到位，互咱的中部办公室才来到协助，将咱这个整个啦吼，咱细汉的记忆啦吼，这几立代细汉的记忆吼，包括我嘛是会当讲，将这个所在啦，搁改再现啦吼，风华再现啦吼。对此，经济部中部办公室主任郭坤珠表示，会请市场处提报计划，经济部会全力来协助。市场改建，那如果说完成之前，一定要搭配上。当然。如果说这边的委外又没有办法把西门路的出入口跟这个铺面一起整理，安尼变成讲这个修尾，大家也要去有个配套的协调。但是咱主体吼。咱家己上重要，这市场改建。虽然目前西市场的主体、外扩的卖场加经济仓库，拢已经整修完成，但具有的团湾区部分加西市场连接的西门路、正兴街加国华街3条步道，却还未整建，形成古迹加市场摊贩的景观完全不搭调。对此，议员嘛希望市府、市场处爱加紧脚步，早日让西市场会用的风华再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为落实一区一公园政策，过去是台南县妇女会进驻的场馆。对民国107年迁出以后，市府为了保存历史价值，嘛顺应地方的需求，开辟成公山特色公园，成为适合亲子休闲的空间。上午市长吴伟霆伫这节议员陪同前来园区关心，嘛欢迎市民甲游客拢来这行行踅踅。这个公园，我想很多新营的民众，我们需要更多的绿地，可以作为一个有休息的空间。那除了最近这一年多以来，除了长盛营区之外，我们也是积极希望能够开辟更多让适合新营民众以及适合外来的观光客来走走逛逛看看的地方。这样简单盘起来，我们就有几个地方哈，譬如说天鹅湖的地方，譬如说28公园的地方，譬如说这个公山或者是长盛营区，或大或小，但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希望充实公园里面的一些游具以及内容，让公园不仅是绿化，而且要优质化，让很多市民朋友跟外来的这个观光客能够有更多可以驻足停留的地方。根据了解，最近这一冬月来，除了公山这个公园，也有中盛野区、天鹅湖、28公园等等。市府表示，后一步就是要充实公园的设备甲内容，让公园不只是绿化，而且优质化，甚至成为学校户外教学的场所。台南新闻顾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它们两张图很像，但是有一边是正版，有一边是山寨版，那差别其实差不大啊。那所以我们后来就变。随着网络科技越来越普及，使用通讯软体的人年年增加，亲朋好友之间更是早晚传讯问候，或是分享各种网络资讯，提醒关心。但要小心，有时可能只是好意，但反而却传了错误的资讯。中嘉宽频媒体视读宣导团队这次特别结合了成大社区长者健康促进站，前往北区光武里活动中心来做媒体视读宣导。医疗是成大的本业，健康促进这一块也是我们想未来就是多举办一些不一样的。那因为有一次的机会在北区另外一个里发现电视台办的这个媒体视读的部分刚好很符合我们想要的，因为现在长辈们很多人都会用组成长辈的赖群组，除了有一些长辈贴图以外，最常贴的应该就是一些什么保健资讯啊什么医生说要怎么样啊，但这个反而是在医疗专业里面最想要打击这一块不实的消息。所以在成大今年在北区办理的多场的一些课程的时候，我们就主动寻求跟三冠王还有中嘉媒体一起寻求合作，然后导入这样子的课程，然后让社区民众可以提升媒体视读这一块。宣导团队特别整理出了8大查核重点，以及善用查证 App 软体，协助民众远离错误资讯，明白易懂的课程，让当地里长以及社区长辈都相当肯定。因为我们这边长辈比较多对于信息的真假都没有办法去分辨，然后我们希望说媒体界或者一些懂得那个真实情形的人到我们社区来讲解，让这些长辈去了解所谓的信息是真是假，尤其疫情这段时间传了很多的假信息那对我们国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在这里感谢我们双子星来做这一堂的课程，增加我们很多社区民众的知识不会被受骗，别这些假信息受骗以后我们要看到人家传来的消息我们会先查证一下再转出去的。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假消息，你会用怎么样去辨认？刚才不是教我们的吗？停看听然后就是要去查证一下就是可以借由那5个赖的查证平台，或者是说什么真的假的，或者是说什么趋势科技的什么这些。媒体视读宣导，让参加的社区长辈轻松学习，远离错误资讯。宣导团队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可以向中嘉宽频双子星3冠王询问免费报名资讯。数位时代聪明视读站。
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面对后疫情阶段，为了迎接10月观光人潮，市府文化局再次邀请府城上强的代言人延平郡王郑成功，再次推出成功系列的创意商品——成功爆米花。上午伫延平郡王署正式推出上市。我们这次特别提出了成功爆米花这样子的一个商品，让大家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可以顺利的拥抱成功。那成功系列的商品，过去已经有发展出成功洋芋片，有原味的口味，那也有芒果的口味，那也有大家喜欢的成功啤酒，也有原味的口味，也有女孩子很喜欢的荔枝口味。那这一次特别提出了成功爆米花是属于这个玉米口味的部分。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这几年来，文化局搭配的这些知名的零食，那也邀请郑成功来代言。那其实背后我们想推的是我们的古迹文化的部分。伫上市进程，市府依照鼓励，用延平郡王来分享祭拜。公道顶面嘛摆满成功系列的产品，有成功爆米花、成功啤酒等。配合2024年府城建成400周年，市府嘛推出万流砥柱的纪念衫。诉说历史就是台南的强项，能够让许多过去的历史人物也好、建筑也好，能够让后代的人能够记得。我相信用文创的方式是一个最好的方式，这比死板的教条式这个宣导还要好。所以我们觉得，其实也要把台南又是美食又有历史，就把美食跟历史结合在一起。这个文创这个成功爆米花，这是我们新的。另外一个，为了庆祝这个义载京城建完成145周年，所以我们特别把义载京城上的一个匾“万流砥柱”印在 T 恤上面，能够让许多好朋友，这万流砥柱应该是各方面都可以用不管是所有的行业几乎都可以用。那像我们军方，它也可以成为国防的万流砥柱像我们工程单位也可以成为许多建筑物或公共工程的万流砥柱。像很多我们要勉励或是要期许一个人成为国家有用的人，那可以送他万流砥柱的 T 恤。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大家都可以用。因应国庆的年假，如果民众想要搁成功一波，会用对着成功爆米花的上市，伫个品尝的时，嘛对着新花开。目前成功爆米花只限定台南的果汁店来独家贩卖，预计将引起一波新的抢买热潮。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宜湾创全表示，虽然新冠疫情有较舒缓，但防疫未用的放松。为了避免服务处艺文空间的规模聚集上侪人潮，宜湾决定以一系列的人文、音乐、甲艺术的讲座来取代开幕式。头一场将伫个10月16下午来登场，邀请蒋正业教授来一场音乐甲画作的对话。一个开幕仪式万一人潮过多，也不是我们造成的一个影响，也不是我们希望的。所以后来我们决定，我们这个艺术空间，这个公益空间，那我们就直接就是10月16号那一天就直接一系列的这个音乐讲座。那所以我今天特别邀请了
我们在10月16号那一天，我们的江敬业教授跟千惠老师，还有我们再来在下一个礼拜是由我们那个玫瑰木乐团我们的苏医师苏世阳苏医师，由他来这个带来特别来到我这个小小的一个空间来为很多朋友来做一个这个音乐故事的这个讲座上午的活动记者会，3场讲座的主讲人江敬业教授、画家郑金、加形象设计师尤千惠、加玫瑰木乐团苏世阳医师，以及南家护中心的主任李宝良拢到场出席。现场嘛有江教授带来小提琴的演奏，为10月16的讲座做上好的宣传。你现场展出郑金老师的水彩画，目前嘛有企业来认购，所有认购的所得嘛将提拨2成，作为家护中心的急难救助。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这套由国泰产险甲市府交通局合作开发的 AR 软体，功能比去年较强，也是透过制作校园交通接发生事故的地点分析，得到设计状况甲实景的相片影片，让学生甲市民朋友了解路口的潜在风险。交通局表示，今年将持续运用伫中西区甲东区，总共有3间大专院校甲2间高中的分析。市长委贴嘛到场见证该计划，强调只要肯做，就会出现效果。不管是透过学校的教育系统，不管是透过同学自己去使用那个 app， 不管是其他的用路人，我觉得其实只要我们肯做，就会出现效果那所以非常感谢国泰产险一起合作开发这个 AR 扩充实境的这个软体，这比去年还要再多希望说大家这个努力在做尤其这个城区去年是这个蓝三角，今年是这个红三角。这红三角地方是交通很复杂的地方，尤其在靠近火车站那附近所以要拜托我们大家一起来我们提过改善交通除了执法之外，还有其他的，还有就是要宣导，还有就是要改善硬体的设施。这个改善硬体的设施，市政府责无旁贷我们都会去努力。透过省官校合作，就是要提醒学生一定要注意交通事故潜在风险，同时嘛呼应10月是交通安全月，建议大家一定要有预防驾驶的观念。台南新闻顾问及何强邦采访报道。生活做是无正常，工课压力大，带状疱疹就容易发作。根据资料显示，在台湾每1000人大约有5人会得到带状疱疹，其中超过60岁的患者内底，仅有10%左右会发展成为神经痛。一旦痛起来，要定期吃止痛药让生活品质大大下降。医生建议会当考虑高频神经调控疗法来帮助治疗。带状疱疹的病人，他一旦发展成慢性神经痛，那病人的生活品质就会大打折扣。那这些病人通常都会需要定期跑门诊去拿止痛药。那目前的止痛药，也不一定有办法能完全控制病人的疼痛，所以病人的生活常常因为这样子而大受影响。如果在药物的控制下，病人没有办法回到一个令他满意的生活品质，那调整病人的营养状况，并且接受脉冲式的高频神经调控，是一个控制疼痛的选择。医生表示，除了治疗以外，预防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呼吁年龄超过50岁，而且有慢性病、免疫功能不良的族群，也当接种带状疱疹疫苗来预防发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